怎么样？不错，我觉得这种东西，我妈应该看了会开心的。是一个惊喜。是的。女王级待遇，好吧。来了。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祝你生日皇冠。哦，谢谢。坐吧。过生日的人最大啊！太感动了。先入座。我去拿筷子。你坐吧。过生日还拿什么筷子？那有。我来拿。慢慢坐。啊，好，我坐。阿姨是第一次有搞这些。哎呀，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，真的，太感动了。坐吧。好的。哎呀，太客气了。爸爸，你就下来喵这个。首先谢谢。哎，感谢。那你儿子也用心了啊。敬你一下，好吧，单独敬一下。哦，来，我也敬你一个。慢慢吃。在，好。我看这个好像你会唱吗？啊，我会。要不你跳给我吃？可以我，这样他是可以。没关系。虽然今天主角不是你，但还是帮你弄一个，好吗？这个其实我可以自己打开的。没关系，我帮你。哎呀，太谢谢你了这呀！个是不是整起来它就是？太强了，放的芥末太多了啊！芥末太多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呛出眼泪来了。这个是嘉兴这边的特产吗？啊，对，这个闻着怎么那么像那个蓝纹奶酪啊？没有，真的很臭。那我给你挑一个汁的，啊，这个哦，谢谢阿姨。尝尝。很臭的啊。味道确实蛮大。来他有点不敢吃了。尝一下。他们嘉兴人就喜欢吃这个。臭吗？肯定臭，没吃过这种口味，可能不爱吃。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接受。就是你爱吃臭的，我还好。这个和小时候茅坑味道差不多。就是。哎，蛋黄南瓜，我爱吃的。蛋黄南瓜。对。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吃蛋黄南瓜？因为小时候吃的都是家常菜嘛，像蛋黄南瓜这种菜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殊的。这个是后来爸爸炒出来的，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了。一般的人这个菜还烧不来了。确实需要一定技术含量的，它需要油炸、焖啊什么的，还蛮厉害的。我觉得还可以，蛮好吃，软软糯糯的。你吃吧，你都没自己吃。我吃的。你吃吧。尝尝它这个龙虾怎么样？我刚嘬了一口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爸烧的好呀。菜多吃一点啊。好。祝你们也吃。不要客气啊，来这边就跟回到自己家一样。我觉得我蛮不客气的。那我去拿个东西。好。什么东西啊？来，带上。哦，对。哎，生日怎么会没有蛋糕呢？好漂亮哦。专门选的。这里。我知道，我来就行，你不要管。真漂亮啊！哎呦，妈妈变仙女了，有点难为情了。我这帅啊！哎呦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。他不管是我生日啊，他妈妈的生日啊，他总是记得的。我有时候自己反而都忘了，他帮我想到去帮我过生日，那肯定很开心的吧，对吧？我感觉儿子还是很懂事，蛮完美的。
盼盼在家跟妈妈一起过过生日没有？过，但是以前就是还是有买一些蛋糕过啊什么的，但是现在长大就过得会简单的过一下生日啊，对，没有这么隆重是吧？对，嗯，我们家的话，可能从小就是过生日啥的都也不会就特别仪式，像这种就布景啊什么的，长大以后就感觉好像也不需要那么有仪式，有种爱说不出口的感觉吧。生活可能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仪式感来调节一下。我觉得他们家仪式感还是不错的。仙女了，仙女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干掉，好啊，那好，生日快乐！啊，谢谢。好，那我来收拾吧，大家吃的都差不多了吧？好，你坐着，我来，没关系。